阮真高这个人情味的电视剧《永照柑仔店》引起观众的共鸣。这个场景，这个复制，这个快闪店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开幕。这戏内这个柑仔店这个场景拢搬到现场，引起演员甲观众满满的回应。我想回家，回到那间有阿公在的永久柑仔店。唔免搁走遐远啊！开张咯，开门啊啦！电视剧《永照柑仔店》的老头家林义雄，甲新头家张天瑞做伙开市大建，无家己好，连这个招牌嘛同款。喂，永照柑仔店。糖仔机，还有南门的汽水，伫永照柑仔店复刻快闪店，演员甲你做伙飞翔过去。俊龙的吉他，阿东最爱穿的衣服。我人韩国若是拍耍，啊，你镜头啊，带人去看，咱台湾嘛会用安尼啊，对唔对？而且永照柑仔店的作者黄光明，伊后夜创作的岛仔拢搬到现场，为把甲人物变成电视剧的角色。搁到场景的复制，中温古板，台湾文创产业链不再孤军奋战。像华视最近的《熟女养成记》，从小说改编成这个影集，也在台南造成这个观光的一个风潮。所以这个显示说，我们有非常多好的故事。那如何在异业结盟、共同投资下，让文化的经济能够蓬勃的发展？真两期。有声有色，袂使输人。影音产业链的团体战，台湾准备好啊！永久比赛。